咱感谢有遐尼水的生活，像遐尼水的歌吼。各位兄弟平安。各位小朋友平安。啊，没人理我。哎，我跟你说平安，你要回答我平安啊！各位小朋友平安。好吧，下次再练习。暑假要过啊吼，其实我每一次参与来前吼，拢真正做欢喜的吼，会当甲各位兄弟做礼拜，其实毋是遐尼理所当然。吼，我大概拢做平常，因为毋知当时咱就无法度做礼拜吼，所以每一次我拢真正欢喜，真正拢真感恩。咱先三粒来祈祷。阿爸爸，这是出入你稳定，你资金管智慧来到你面头前来敬拜你，来享受你所享受一切，你所福分阮的心中，以信心甲阮伫地，当阮要亲入你的话语的即阵，你诚心来教示，伊得互耶稣基督的生命。阿门。咱即马，咱教会的经的计划已经进入诗篇啊吼，诗篇是第2卷，诗篇总共有四大部分吼。那今日咱即周已经进入第2部分吼，为41篇开始。毋过今日我所选的诗篇是第42吼，42篇。42篇应该甲43篇做伙看吼。照教会传统，这2篇是做伙，毋过咱今日人要讲42篇。一开始，就咱做说的一大经文，哦，上帝啊，我的心切切因无你，若亲像鹿切切因无溪水。即嘛有侪人用这经文来做诗歌吼，来吟我相信一段人做说的吼。毋过，咱知影，即个诗人伊毋是要写鹿吼，伊重点是要写这，伊讲我的心喙焦希望上帝，就是演我的上帝。我诚时会当，我当时会当来雕记上帝，来到上帝的面，甲伊见面。各位兄弟，我要问的是，咱感觉喙焦希望上帝？亲像一只鹿仔，做喙焦的鹿仔咧希望溪水安尼，咧希望上帝，敢有？有吼。人是啥物时阵会真正感觉到伊做希望上帝，到一个天道，若亲像一只做枵做喙焦的鹿，咧找迄个溪水，找迄个清凉的水。人对这位上帝，敢有即款的心？也是讲，我介绍足久进前，我甲上帝关系是安尼。即马讲到上帝，敢有啥物感觉？各位兄弟，咱来看诗人是安怎伊会讲出即款的话？伊讲我的心喙焦希望上帝，若亲像鹿希望溪水。伊是啥款的情形？伊会讲即款的话？伊讲我日暝用目屎准饭食，就是我逐工哭啦，不只是逐工哭，是照3顿哭。吼，咱会哭的原因介济吼，有当时受到委屈，受到人压迫，有当时咱家己犯罪，咱家己袂堪钱，无论啥物款的原因。咱毋知影诗人啥物款的原因，若要照历史的传统来看，即个诗人应该是当以色列犹大去灭国了后，去外邦伊的收营，甲刷去别位，刷去别位，伊就无法度伫圣殿内面敬拜上帝。伊咧少念怀念伊咧耶路撒冷敬拜上帝时阵，迄款
水的情形，所以伊逐工当咧哭。这是即个诗人，啊，毋过听即个领的，咱感觉安尼忧愁、痛苦，安尼提哭。伊讲，我的对敌对我讲无煞，讲啥物话？讲你的上帝伫倒落？你所相信迄个大权能的上帝伫倒落？毋是讲会当帮助你，毋是讲会当真做你的石盘，真做你的帮助，即摆开无去，是安怎？你孤单一个人，各位兄弟，伫你生命，伫你的经验，你感觉有即款的情形？遐尼孤单你的敌人，你的对敌，佮甲你偷，佮甲你问讲，你信的上帝伫倒落？你即摆开会失业？你即摆开无头路？你即摆开会妻离子散？你即摆开拢无人甲你徛做伙？咱感觉安尼去互问过，人甲你问讲，你的上帝伫倒落？你看阮遮无信上帝，阮的生活过颠倒比你较好。阮的事业做比你较大，阮大的厝，阮驶的车拢比你较大，比你较好。咁兄弟，你感觉安尼互质问过？即个诗人，伊是伫即款痛苦的情形，当众人、当世界看轻伊、侮辱伊的时阵，伊的痛苦是深的，是实在的。毋过伊悠远心内喙焦咧羡慕上帝，伊知影即个上帝并无放下伊，所以伊会讲即句话。即句话伫42篇、43篇3解、4解一直出来。讲我的心啊，你啥事忧闷？你啥事伫我的内面咧着急、咧杂做？来仰望上帝。这是和合本的翻译。等下要讨论一下。和合本翻译讲，来仰望上帝，因为伊笑面帮助我，我要去学乐伊。这是一个诗人，伊心内有一个背叛，有个矛盾哦，两种心情，两款的心情。第一款的心情，伊有痛苦无？各位兄弟，伊有痛苦无？伊有忧愁无？伊敢有讲惊无一件代志？伊敢有讲无承认？有。伊承认伊最忧愁，伊承认伊最痛苦。第一款的心情。毋过上时，伊嘛知影伊爱安怎？仰望上帝。而且这位上帝是伊的帮助。虽然伫迄个痛苦的时阵，伊还未得到这个帮助，伊还未看到上帝。伊还未经验到上帝恩典，毋过伊知影，即个上帝伫远远用伊的笑面咧看伊，咧甲帮助。我有讲即个翻译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伊用笑面帮助我。即个翻译即马伫咱的和合本的修订版已经无安尼写咱台语的圣经是甲写，因为伊的面仰我来拯救我。若看英文的翻译，伊的意思拢是讲，伊是我的拯救，我的上帝已经不是直译了因为伊希伯来的原文有迄个名用迄字走出来所以讲会当甲理解做即个上帝是我头前的拯救，是我面前的拯救。是我的阳光，是我的上帝。各位兄弟，我要提醒的是，这位诗人伊悠远在受苦，他仍然在痛苦当中。伊悠远还未看到任何的物件帮助，毋过伊相信伊的上帝用笑面来帮助伊。有一个故事讲有一个囡仔，咧放风吹，小朋友，啥物叫做风吹？风筝，你拢知影风筝放到这悬，放到看袂到风吹，干那手安那，有一条线对无？
啊边仔人吼，伊真欢喜，咱咧放风吹，毋过看袂着风吹吼，日头伤过炎，吼啊，遮远遮远遮悬。啊边仔人行过吼，就问讲：啊，你咧创啥？啊，囡仔你咧创啥？啊，细汉囡仔你咧创啥？伊讲我咧放风吹。啊，迄人举头看啊，日头遮炎，根本看无着风吹。伊讲啊，着看无啊，你是放真啊放假？吼，这囡仔讲啥话？虽然看无，啊，毋过我手安那？我有感觉，吼，我知影我的风吹，搁伫天顶。各位兄弟，你有痛苦的时阵无？你有失志的时阵无？你有完全无法度过落去的时阵无？你敢会当像迄个细汉囡仔同款？你虽然看袂到上帝的帮助，啊，毋过你知影伊犹原伫遐，用伊的笑面在帮助你。虽然吼，我都讲即个笑面帮助毋是一个介正确的翻译，啊，毋过，互我有介大的感动。你去想想，当咱做失志的时阵，无人甲咱徛做伙，啊，咱这痛苦。啊，毋过有一日上帝，一位上帝，伊伫天顶用一个笑面咧看，伊知影代志毋是伫遮就结束，伊知影你的路犹原会阁行落。虽然你感觉即时你永远已经行袂落去啊，啊，毋过即位上帝用笑面咧看，讲。伊讲，囝儿啊，我知影你的痛苦，我知影你无气力，我知影你行袂落去。啊，毋过伊用笑面去看你，去帮助。各位兄弟，我安尼讲的时阵，你有会当想象有即位上帝无？无人要插我。啊，你会当想象着即位上帝无？无论你是啥物款的境遇，即位上帝伫天顶用笑面咧帮助。下面佫讲到，连已经到第六节的时阵，一个无共款的概念走出来。头前是鹿无，是鹿仔咧食水吼。第六节一个无共款的概念走出来。伊讲深渊甲深渊三角呼应。即句话吼，英文拢翻做 D close to D 吼，就是讲伊无翻做深渊，伊翻做啥话？深，好深处，伊敢若翻做深处吼，这是啥物概念？这个概念是讲吼，深的物件，敢若另外一个深的物件，会当甲画出来，会当画甲互伊有回应。若伤过表面、伤过浅的物件，是无法度甲迄个深有感应。有关系。各位兄弟，我安尼解说，毋知有明白无？有当时啊，你的痛苦最深的时阵，你敢爱听迄种人甲你大咧讲啊，无要紧啦，无要紧啦，毋好哭啦，毋好痛苦啦，你敢会去欢喜听这？袂，即款的安慰伤过表面，伤过浅。当咱伫最深的痛苦的时阵，敢若有最深的安慰，较会当互咱脱离迄个痛苦。啊，啥物叫做最深的安慰？你若毋捌失去过你的亲人，你着毋知影当一个人失去伊挚爱的人时阵是偌痛苦。你着无法度伫伊的边仔陪伴伊。你若逐日拢过做幸福的生活，正清毋免烦恼，你着无法度去安慰一个有深深有最欠缺的人伊的心情。表面浅的物件，无法度理解深，无法度安慰深。这是伊要讲，伊讲深，呼应着深的所在。啊，伊下骹讲，
上帝，你的波浪，你的大影，淹没我，盖过我，淹没我。这个诗人伊铺天盖地，伊互这个大的风影砍掉咧。我咧读这个经文的时阵，想到我有一个经验。伫美国有一条河叫做科罗拉多河 （Colorado River）， 有一段搁流足长的流介一个州，经过介一个州，有一段叫做 White Water 白水，是安怎叫做 White Water 知无？是安怎迄段河流叫做白水 （White Water）。互你验。迄条河水是白的对无？啊，毋过你要敢捌看过白色的河流？因为为什么水是白的？然后马东清澈，clear water 清澈的水，啊，毋过伊是 white water， 伊是白水啊，是安怎？因为到迄段伊的石头遮济，伊的水遮强，啊，水冲到石头会安怎？泡沫浪所以看起来规条拢白啊，即种水、即种河流上好做啥物运动？上适合做啥物运动？泛舟rafting 泛舟。我有一届就伫遐泛舟啊，就只船啊坐6个人，啊后面有一个因个专门咧掌舵的啊，即摆要泛舟进前，伊来教你安怎用啊，坐头前的人，坐伫迄头前2个人上重要，因来一直安那，一直过船rafting 泛舟你来一直过船，你若停落来，伊就会变过啊，所以我就坐头前，甲另外一个查甫坐头前，一个个人坐头前，我就一直过船，愈危险来愈大力，啊无拍算忽然间一个影拍来。我会记我坐足稳，啊骹搁插足深的啊无游完拍一个拢落去，总滑落水内面。我滑落水的时阵我迄段时间的心情做歹的我亲像有足大的失志，啊足痛苦的。我滑咧水内面的时阵忽然间有一个感觉。迄水有漩涡，你知无？有漩涡我总放互去的。我感觉迄水咧甲我吸落，我总放互去。我是咧想讲，无试看觅会安怎？试看觅啊，无想要活啊，试看觅会安怎？来试看觅。结果我互迄个漩涡吸落去了后骹总打着地啊。我的脚就踩在河床上面，下一个动作要安怎？我就，无迄只深的这深的，我吸落去，啊骹踏伫河床，我就规气须须拢苦落，啊怎啊位边仔跳出来，我就浮起来，浮起来，我离我迄只船偌远，你知无？差不多15公尺。已经真远啊！顶面5个人加迄个掌舵的急甲一直咧画，爱去对咧找我找无，啊，毋过我远另外迄边走出来，我手搁摕迄个那个奖，迄个奖无比还50块美金，你知无？迄阵无想要活搁会摕迄个奖想讲来赔迄个50万。我的心情介清楚伫迄水内面，迄水拢甲我淹没，心内有大大的痛苦，对家己无啥物愿望。讲较简单的，无想要活。我互伊吸落，我互迄个漩涡吸，我放家己互吸。后来我知影这真正大上帝恩典。你若拄着漩涡你若一直游，你会安怎？你知无？你着死伫半中，因为你绝对赢袂过迄个漩涡吸落来的力量。啊，毋过你无爱互伊吸，你直受了无？所以你的体力会耗尽伫
伫中吼，因为我无啥物话吼，所以我互伊吸落去，所以最紧我就到河床下骹去啊吼。漩涡是头前大，下骹咧下骹细，所以当我踏着迄个河床的时阵吼，其实已经无遐强啊，我伫位边仔受罪。我毋是调工的啦，毋过互我深深感受着，伫我完全失志、完全无希望的时阵，迄个上帝的看顾。咱什物款的时阵，会去体验到上帝真正是深、悬、大、看会听。你看即个诗人，伊讲伫日时，耶和华要阮我是灵敏，是伊的主啊。暗暝，我要唱歌祈祷求这位上帝。你有看到深甲深的呼应无？各位兄弟，你有看到深甲深的呼应无？三角呼应无？就是耶和华赏赐慈爱伫我的心中，这有深无？我深深祈祷恳求上帝。你无遐深，你着感受无袂着上帝遐尼大的疼。你无遐尼需要，你着感受袂着即个疼是遐尼迫切。各位兄弟，我们拜五早起班暗时啊，讲着禁食祈祷。各位兄弟有禁食祈祷过无？有摇巴肚过无？你若摇一两工，摇3、4工，摇1礼拜，你会感觉迄个番薯车糜安怎？真好食，迄那天顶的食物是不是？毋过吼，你逐工食饱饱，你看到番薯车糜，你会安怎？无看才敢来。各位兄弟，咱甲上帝的疼到底是看做至宝，还是无看才敢来？迄甲你即马的情形有关系。迄甲咱即马性命迄个境况有关系。咱敢真正有需要上帝的疼？咱若认捌咱家己是深深的罪人，咱若认捌咱家己是罪无够额，袂堪钱，咱就会珍惜上帝的救赎，上帝的疼。有当时啊，暗暝要困的时阵，我家己，嘛可能感觉讲，要祈祷，嘛毋知要祈祷啥。各位兄弟，你敢捌有安尼经验？无啥物好通祈祷的，因为日子过咧安怎？平对无？有啥物无好的代志无？无咧，然后好啊，拢无啥物通祈祷，只好感谢。毋过你即款的感谢，敢有做迫切？袂咧。就感谢上帝，你赏赐我平安，你的祈祷就煞。因为你认为你的平安是你赢来的，因为咱家己认为我会当过即款的日子，是靠我家己的气力。所以，上帝我感谢你啦。毋过吼，因为我袂歹，我敖，所以我当过即款的生活。各位兄弟，即款的感谢有做迫切无？无。是因为咱的生活伤过安逸，伤过平安，无够深，所以咱看袂到上帝的疼是遐尼大。所以深，只有深的所在，才会当呼唤回应。有这深的经验，才会当去做成这深的性命。各位兄弟，所以咱来看，什么款的人，上帝恩典对伊是可贵的，就是送香的人。什么款的人会看上帝的救赎真最宝贵？伊知影伊家己是罪人的人。什么款的人，伊会认捌上帝是大权能的上帝，伊知影伊是软弱的人。各位兄弟，咱若做强，咱若做清白，咱若做富足，咱永远
袂认捌上帝的大气力，袂认捌上帝的救赎，袂认捌上帝的恩典。啊，有当时啊，咱真正做真白的，咱真正做强的，咱真正做富足。啊，毋过各位兄弟，咱甲上帝、甲真正的圣经上嘅比起来，咱敢真正做真白的？有当时啊，你比你厝边较真白，无毋对。哦，你比遐贪污的官员较真白。啊，毋过咱毋通掠做，咱伫上帝面头前，永远是遐尼真白。我讲，伊用笑面帮助阮，是一个无正确的翻译。啊，毋过吼，我有一个最深的经验。因为天韵诗歌有一首歌吼，我的心呐，我唱互你听。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的心啊，当仰望神，他用笑脸帮助我们。等下选这位，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的心啊，当仰望神，他用笑脸帮助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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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神。常常我做困苦的时阵，常常我做孤单的时阵，常常我看袂到上帝的时阵，我知影这位上帝伫天顶，用伊的笑面在帮助阮，在帮助我。各位兄弟，最后我要问一下，是啥物款的人，伊真正喙焦羡慕上帝？伊羡慕上帝，那亲像一只喙焦的鹿，伊咧羡慕溪水。各位兄弟，绝对，这个人毋是过着平平静静的生活，绝对这个人毋是过着无地关怀四周围痛苦的人生活的即款人。这个人伊是深深知影，伊是一个罪人，伊需要上帝的救赎。同心来祈祷。阿爸爸，求你互阮看清楚，阮就是迄只鹿仔，阮是喙焦的。阿爸爸，你毋通放阮，已经是喙焦，阁毋知影家己是喙焦；已经是枵无，阁毋知影家己是枵无。阿爸爸，求你，你的圣神就互阮醒过来，帮助阮清楚，无论阮是徛伫啥物款的境况，你犹原用笑面来帮助阮，伊都互耶稣基督的圣名。下面咱要进行，还有真的定。以最后所记到的名，我特别欢迎伊娜、小弟伊到伊的会餐者来参加收伊的圣餐。会餐者其中拢会规定，就是伊已经有领过心灵的洗礼，也是有经圣礼。会友，所以小朋友，你们都还没有接信礼，虽然有婴儿洗礼，我们欢迎你们一起来参与。可是等一下你不能吃好，你要知道，我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
叔叔伯伯阿姨，他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他们同时在宣告，他们要在上帝的圣灵恩典里面，他们要过分享的生活，他们要过彼此关顾、扶持的生活，在灵里成为一体。所以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保罗伊安尼讲，因为我对主所受的，也我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奉的一面，伊摕起饼祝谢，来擘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后，安尼伊原摕伊的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恁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主红梅一米，有摕起饼讲，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主要所红梅一米，有摕起饼讲，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无论
你身躯边会听伫种话，是你讨厌，也是你欢喜的，咱拢要伫主的保护，伫圣神内面，成做一体。这是做水好咧无比的代志。咱就以感谢欢喜的心来响应。这个是主的身躯，为着咱拍跑，咱就今年来纪念伊。咱三角才响应。小票呢哦，主要说第几规讲，这个是新的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伊若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这是新的约，伫我的会来设立的。大概伊若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这个杯，这个杯是新的约，以主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伊若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那么用感谢欢喜的心来响应。恁若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了啉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咱三甲来祈祷。阿爸，上帝。
感谢你赏赐主耶稣，正做阮的兄弟，伊的血洗清阮的罪。嘛，借着安尼啊，爸爸，阮伫遮要做阮信仰的宣告，甲阮一同食即个杯，啉即个杯，食即个饼，我所有的兄弟姊妹，阮是要正做一体，以信心来。阮兄弟姊妹的痛苦，要正做阮的痛苦；欠亏，要正做阮的欠亏；无平安，要正做阮的无平安。我要当头，当欢喜，以后要一同得到以后，依靠主耶稣的，用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